希望警方同廉署嘅聯合調查能夠早日完成，將所有需要負上責任嘅人都繩之於法。我要求調查到底，認真改革，化悲憤為改革力量。我哋要讓真相水落石出，讓公義得到伸張，讓逝者安息，讓生者安心。為防止同類悲劇再次發生，我會成立由1名法官主持嘅獨立委員會，審視事故嘅起火同埋迅速蔓延嘅原因同埋相關問題，如期完成選舉，亦都係對社會穩定嘅維護，更加係對災後重建工作嘅有力支撐，先係能夠更快、更有效咁推進包括災後嘅重要工作、善後支援、復原重建同埋涉及嘅法律制定檢討同埋改革等。